輕人不是躺平的，年輕人不是躺平的。我哋入多啲波，幫多啲香港人。我同美紅識咗好耐啦，我哋作為一個慈善機構啦，美紅成日就支持我哋啦，我哋每一個活動佢都有參與嚇。一個好有為嘅年青人啦，好有衝勁同埋好勤力，好有幹勁，好有活力，係嘛？即係呢場波，我相信一定打得好。張議員係一位好細心嘅人嚟嘅，佢會好關注社區入邊嘅所有小事情。其實佢除咗足球以外，佢好多嘅體育產業嘅好細嘅項目，佢都會去留意，包括我哋一個唔係太多人參與嘅項目——滾軸溜冰。我同佢曾經合作過一啲推廣滾軸溜冰俾年青人嘅活動。喺嗰場嘅活動入邊，佢係出心出力啦，落埋手啦，做咗好多嘢嘅。甚至佢之前亦都為咗呢個活動去學下踩滾軸溜冰。佢呢一個唔怕跌倒嘅精神呢，我覺得好適合喺佢呢一個競選嘅態度入邊嘅。佢係一個好認真嘅人嚟嘅，同埋真係好拼搏。將軍澳區你知道係即係打颱風天嗰個時候，真係特別嚴重嘅水浸嗰啲時候。咁但係佢係真係會出嚟落手落腳去搬嗰啲吹跌咗、冧咗嘅樹木咁樣咯。我係一位罕見病患者嘅媽咪，我自己咧就係創立咗一個SEN 嘅家長組織啦，叫做青草音符。咁我哋好多時咧都唔夠資源啊，唔夠場地啦。咁議員咧就非常之幫手，我哋好多嘅活動啦，希望佢嚟我哋支持下，鼓勵下我哋啲家長。咁佢亦都咧好抽空咁樣，可能一日跑幾場啦，佢哋即係都會過嚟支持我哋。咁無論以前啦或者而家咧，我都唔係Chris 議員嘅選民啦，唔係話你投我一票我先幫你嘅，而佢真係為民生去發聲咯。咁我都希望咧佢可以入選嘅，咁多啲人去支持佢。